好啦，乡亲啊，今仔日9月28教师节，台南甲宜兰的孔庙一透早拢来举办着祭孔大典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宜兰来缩小着规模，台南是取消着满地回眸的活动，改用种树仔来庆祝。天还未光，小学生就对歌声伫孔庙头前跳着一舞，一年一摆的祭孔大会盛大展开。现场气氛庄严，台南孔庙遵照古礼执行各种仪式，表达对教师的敬意。不过今年为疫情取消永年上受欢迎的八地回眸，改做是树纪念活动。第3场，祈愿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为树栽压培，象征一代一代传承文化，嘛纪念孔庙修复完工。另外，伫宜兰的祭孔大典，因为疫情缩小规模，头一摆取消6一舞和国乐演奏，无舞声和乐声嘛无开放民众观礼。不过民众依然真是要领地回国啊！你几点就来了？我做完早操6点半。我本人我觉得吃了以后哈，真的有长智慧，会聪明啊，读书好啊。买100位民众一透早就伫庙外口的草皮广场排队咧等。宜兰县政府今年准备500份的智慧鼓啊，不管是大人囡仔，拢总领有。伫教师节即天得到满满的祝福。